新冠肺炎即马佫开始咧流行，即马医界上界烦恼的就是抗病毒的药物的欠货。有医师讲有一种号做莫纳皮拉韦即个药物，即马明明就是欠货，也毋过疾管署煞讲这库存是有够用的。疾管署是表示讲，目前是当咧筹备即个新冠肺炎的抗病毒的药物，要买2万份的莫纳皮拉韦，预计即个7月初时就来到台湾，也若7月初5就当配送到医疗院所。 新冠疫情继续清悬，国内目前都是流行期。根据疾管署的监测，敢若是6月11到6月17这礼拜，都增加623例本土确诊病例，而且并发症当中65岁以上老大人占79%。上好医界烦恼的就是抗病毒药物传出欠货。 有胸腔科医师就提出画面，家己要开药啊，术后系统阻断，顶悬清楚写莫纳皮拉韦目前欠料当中免开。啊，毋过疾管署说讲库存量充足，这期倒是告知敢真是真的困难嘞。政府一方面面对新闻媒体，有说请开啊，有药啊，我们药很多，结果呢一开不出来，发现 CDC 偷偷的发公文公告说啊，大家不要开这个药了。所以，表示疫情升温的时阵，患者若无有通用，会面临真大健康风险。疾管署表示，甲今年6月2日，国内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库存量，瑞德西韦有103513支，贝拉韦有1300759人份，莫纳皮拉韦是负8562人份。啊，毋过依照目前药物疗效的相关研究显示，莫纳皮拉韦的效果有限，目前列为有条件之下使用的药物。 也就是无法度使用贝拉韦、瑞德西韦甲其他紧急药物的时阵，才有条件来使用。 他没有办法使用贝拉韦或是瑞德西韦或是其他建议的一个用药。那这些病人呢，大概主要是包括一些重度的一个肾功能不全，或是他是一个洗肾的一个患者，重度的一个肝功能不全，他在治疗的那些药物跟贝拉韦有一些严重的一个交互作用。在这些情况之下呢，才会去考虑用莫拉皮拉韦。因应最近疫情清悬，暂时回讲。 疾管署已经启动2万人份莫纳皮拉韦的采购计划，按算7月初4到台湾，搁伫7月初5配送到医疗院所，来衔接临床使用的需求，积极筹备各项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